台语听有无？逐工报新词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？那听到歹听的歌，咱定系讲唱歌的人是牛声马喉啊，狗声乞食喉。总是啊，牛声、狗声到底是啥款声咧？为着要甲囡仔说明各种无共动物的叫声，美国人是专工写一条囡仔歌哦，用嘚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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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 melody 啊，唱出各种无共动物的叫声。那安尼，咱台语是安怎形容动物的叫声咧？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？就要来和观众朋友做伙来探讨。各种动物啦，拢有家己无共的叫声。啊，那各种语言对这叫声，其实也拢会有无共款的形容哦。像讲啊，惯是听中文的人，听到的狗仔声，就是汪汪的声；那惯是英文的人，听到的就是 woof woof；那台语人呢，听到的就是嚎嚎的声啦。白白是狗。敢讲啊，去到美国就爱学英语背啊，去到中国就爱学中文背啊，等来到台湾才会当恢复台语背咧。其实啦，动物的叫声是同款的啦，总是各种语言啊，拢会选因家己这种语言啊，发得出来，佮发得顺的声音来形容这动物的叫声。那安尼，这声音台语安怎形容咧？其实，若讲到狗啊，除了嚎嚎叫以外啦，暗时有的狗啊，佫会吹狗犁哦。吹狗犁的声音就是嗷呜，那狼的叫声啦。咱民间的讲法啦，讲是狗啊看到无清气的物件啦，才会吹狗犁。所以遐暗时啊，爱家己一个顾门啊。就是爱家己一个人看机台啦，还是顾门的人，若听到狗啊吹狗犁的声，定会心惊惊啦。总是啊，现代的动物科学已经对这件代志有真详细的研究啦。讲啊，吹狗犁其实是狗仔咧紧张，也是要回应伫较远所在的狗仔伴时，自然的发出来的叫声啦。和什么好兄弟啊，其实无任何的关系啦。听到啊，完全唔免紧张哦。若讲台湾的农村啊，上接听到的动物叫声，除了狗仔以外，其实就是鸡啊啦。若是鸡公啊，早起天也未光，就会开始啼叫，因为声音嘛真响。古早人甲当作上方便的乱情啊，鸡一啼就起来做菜。啊，这个鸡公早起咧叫的声啦，英语叫做卡卡杜拉杜，华语叫做喔喔啼。所以华语的囡仔歌定系唱讲啊，公鸡喔喔啼，叫我早早起。啊，那咱台语叫做咕咕咕啦。这三种语言的叫声，是不是听起来袂似是三种完全无共的动物咧叫咧？其实啦，咱讲啊，台语的咕咕咕，伫声调的方面，啊，就是关关家家音乐性内底，是这三种称呼变化上丰富的哦。咱看咕咕咕，声低则悬，最后缩起来，这也显示台语啊强烈的音乐性啦。其他的动物叫声，像台语歌内面真出名的啊，水鸡咕咕吼啦，一只虾鸟啊吼叫叫啦，啊，拢是同人知的叫声哦。另外，咱有时啊，还有甲动物的叫声摕来比喻人发出来声音，像困甲咕咕叫的咕咕，原本是猪仔的叫声啦。尾啊，所摕来形容人啊，困甲会寒啦，啊，就是华语打呼的声音啊。形容鸟鼠啊发出来声音，凄凄楚楚啊，后来啊变成人细声讲话的声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台语的动物叫声是不是真趣味咧？今仔日的台语听无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个时间交等好 ，Super。